你好，我叫小明，今年6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小明，我叫小红，我也6岁，认识你很高兴。你是学生吗？是啊，我是小学1年级的学生，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在学校学习汉语、英语、数学。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看书、打电话、看电视。你呢？我喜欢听音乐、看电影，也喜欢吃饭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4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和我。你呢？我家有3口人，爸爸妈妈和我，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家。你现在做什么？我在公园玩球，你想一起玩吗？太好了，我很喜欢打球。我们是朋友了，对吗？对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现在5点了，我要回家吃饭。再见，小明。再见，小红。明天见。你好，我叫小明，今年6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小明，我叫小红，我也6岁，认识你很高兴。你是学生吗？是啊，我是小学1年级的学生，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在学校学习汉语、英语、数学。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看书、打电话、看电视。你呢？我喜欢听音乐、看电影，也喜欢吃饭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4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和我。你呢？我家有3口人，爸爸妈妈和我，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家。你现在做什么？我在公园玩球，你想一起玩吗？太好了，我很喜欢打球。我们是朋友了，对吗？对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现在5点了，我要回家吃饭。再见，小明。再见，小红。明天见。你好，我叫小明，今年6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小明，我叫小红，我也6岁，认识你很高兴。你是学生吗？是啊，我是小学1年级的学生，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在学校学习汉语、英语、数学。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看书、打电话、看电视。你呢？我喜欢听音乐、看电影，也喜欢吃饭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4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和我。你呢？我家有3口人，爸爸妈妈和我，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家。你现在做什么？我在公园玩球，你想一起玩吗？太好了，我很喜欢打球。我们是朋友了，对吗？对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现在5点了，我要回家吃饭。再见，小明。再见，小红。明天见。